農曆嘅7月15係佛教嘅盂蘭盆節，道教嘅中元節，潮汕嘅師姑節。呢個係儒釋道共同嘅民間傳統節日。當中嘅宗教慈善活動包括設壇建醮，會請班法師誦經普渡孤魂，而參與嘅善信亦會修身立品，積德行善去酬神祭祖。咁每年嘅農曆7月18至20都會舉行元朗潮僑盂蘭盛會，去超度亡魂、施食鬼神，為我哋元朗同香港嘅社區祈福、消災減禍。場地入邊會有個好大嘅大士王，又或者叫鬼王，佢嘅職責就係監督施食嘅秩序。喺盂蘭盛會入邊，善信相信捐錢做功德會為在生父母增福延壽，為過世父母祖先消業，亦係報答父母祖先嘅恩德，弘揚孝道。喺天地父母棚前面有壽土啦、棋子餅啦、糖絲塔等等，神棚嘅擺設就好似一個放大咗嘅盂蘭盆。而喺神袍棚裏面有2件大神袍，叫天地神袍，係敬奉俾天父同地母嘅。另外仲有好多袍衣啊、靴啊、帽啊、紙錢、紙衣、金山、銀山、紙船同埋紅馬。紅色神馬係負責跑上跑落，來回天庭同凡間，將大家嘅願望稟告上天；而紙船呢，就係帶走得到超度嘅亡魂。喺元朗潮僑盂蘭盛會嘅最後一日，大會會派米送福袋俾弱勢社群，慈善積德。米棚前面會有好多食物祭品，好似包山啊、白飯山啊、通菜山啊、龍眼山啊等等，仲有一啲日常用品，布施孤魂餓鬼。盂蘭盛會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係我哋大家嘅集體回憶。希望年輕一代都明白盂蘭盛會嘅意義，好讓傳統文化一直承傳落去。快啲報名參加我哋嘅導賞團啦！